咁最令我驚訝嘅就係呢一個智慧照護系統啦。新四塊住宅加無人機配用，再加智慧康養，就係我身後嘅珠海灣啦。咁佢究竟有咩魅力呢？咁就要睇我嘅鏡頭去領略啦。小區正對面就係智慧康養項目啦。咁到時候屋企嘅老人家就可以喺呢度，咁又方便你探視啦，方便你照顧。我覺得真係好貼身啊！呢度就係珠海灣打造嘅智慧康養展示中心啦。智慧康養項目幫你提供咗好多解決嘅方案之外咧，檢查儀器同埋治療儀器咧，佢全部都係有嘅。咁最令我驚訝嘅就係呢一個智慧照護系統啦，可以睇到咧每一位長者嘅情況，可以做到精準快速嘅去照顧好佢哋每一位。智慧康養嘅居住空間咧都唔差喎。入門咧我哋睇到呢個係衛生間，咁可以睇到咧專門為長輩設置嘅每一種安全性嘅設施係一樣都唔會少嘅。咁同時咧，你嘅生活所需嘅所有嘅呢啲點咧，佢都係有嘅。仲有呢度一樣係用咗我哋嘅鴻蒙系統，我覺得呢一點真係非常之智慧啊！咁居住空間上面嚟講咧，入到嚟呢個空間好細咩？除咗治理空間咧，仲有護理空間。呢度有24小時專人去照顧，同時你嘅所有嘅數據咧，都會匯集起身，方便佢哋去進行一個監察。珠海灣位於唐家後環，我哋高新區嘅科創板塊啊。咁呢度嘅定位咧係珠西科學城啊，可以講珠海灣係新珠通道嘅橋頭堡。咁喺呢個科創板塊咧，佢嘅一個作用就係將深圳前海同埋我哋唐家呢度去進行一個產城融合，同時咧後環呢度可以睇到新珠城際同埋南中珠城際咧，都喺呢度去進行一個交接嘅，可以睇得出交通咧非常之方便。咁周邊咧同樣雙一流嘅學校係有3所嘅。咁成個小區嘅話咧係有10棟樓嘅，首開嘅話咧就係1棟、10棟同埋7棟嘅。咁可以睇到成個小區嘅園林咧綠化率係35%嘅，咁係用咗垂直嘅呢一個景觀錯落有致，所以話咧成個景觀睇起身唔單單有層次，同時咧非常之舒服。咁前面咧就係呢個梵高星空畫嘅無邊際泳池，同樣都係你小區入邊嘅一個配置嘅。咁成個會所嘅話咧，號稱係用咗2個小目標去進行一個打造嘅。咁呢個會所同埋呢個園林咧，體現出嚟嘅第一個就係品味，第二個咧就係奢華啦。住喺呢度唔使擔心翻風落雨送小朋友翻學啊，幼兒園就喺10棟樓下邊，文園中小學就喺馬路對面。你話可唔可以喺屋企目送小朋友翻學呢？咁呢個佔地面積4.5萬平，建面16萬平，車位配備1比1.2，容積率2.5嘅珠海灣，我哋就睇晒啦。咁從生活便利性、居住品質以及居住舒適度嚟講，我目前嘅體驗感就係呢度都係上乘之作。咁當然一個樓盤佢係有缺點嘅，咁呢個缺點呢，等你過嚟親身感受完之後，我哋再一齊討論啦。但到目前為止，以我體驗感嚟講，我願稱佢為6邊形戰士。肥堅簡陋，發財就手。